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我既然有法度甲你捧起来，我就有法度甲你毁掉。好啊，咱才试看卖咧。赵永平，你上好目睭闭较紧咧，唔通舞到尾啊，连你这个总裁秘书的地位都保袂掉。你完了，我甲你讲，我即摆是天赋集团确确实实的负责人。你若唔相信，你会使去贵律师那边查看卖咧。哦，好。既然你提起着郭律师，安尼我也要提起你一下。以你即摆的身份，你敢用咧嫁人？是安怎袂用的？我会去我签离婚的文件，根本就无规定讲我袂当结婚。迄是因为我也准你会嫁我，所以我故意将迄个文件也抽掉。想袂到，颠倒煞互你方便去。也毋过你毋通袂记哦，假使我若将这个秘密甲庄明辉讲，伊感觉佫会治你？啊？你敢？你若敢讲阮一字，我就甲你退掉，互大家拢死甲真歹看。在这世
通知一声，你有甲当作是好兄弟啊是无？我知我要结婚了。我是我敲电话叫阿兔来的，请伊来这里来分享。啥款？有听的无？林辉，啊！当你还佫徛咧遮创啥？啊，太多咧叫，啊，唔经过，唔只有乖。你感觉这衬衫啥款？有顺无？袂歹，啥物才袂歹呢？你一句讲都袂晓话呢。水，真正有水啊！丽玲啊，你不愧是咱结局的机会呢。尤其这束新娘衫，你穿在你的身躯上，哎呦，那就仙女下凡，美丽大方，搁水。阿兔，多谢你。林辉，假使你若无介意这款的，啊无我过来换，啊你等一下我连面出来。对啦，林辉，阿兔的礼服我嘛甲准备好啊，你要陪去看卖咧无？啥货？含我都有哦。当然啦，我替明辉拣三套无共款的礼服，你做伊的伴穿，当然要配合伊啊。赞！想袂到我肚哦，用长明珠安尼哦，风流飘飘。啊，衫是咧倒，我来试穿看卖。就伫咧遐。美惠。哪会阁有这出的啦？美惠啊！美惠！美惠，你有安怎无？你别忘了，美惠，你有要紧无？我带你来去病院。我无代志。美惠，你是安怎找到丽玲的？伊好无？伊真好。你大概应该知影，我甲丽玲这礼拜六就要结婚啊。美惠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并无啥物对不起我。你甲丽玲讲一声，讲我恭喜，嘛祝福恁，祝你幸福快乐。这礼拜六，我搁要做生理，恐惊无法度去参加你的婚礼。美惠，你应该知影，这几年来，我一直是甲你当作我这世人的伴侣。无想到，代志一站一站的发生，我为着要挽回我阿爸的工厂，我才会去。莫搁再讲啊！我以前早就有讲过啊，咱两个是无共世界的人，免讲到底嘛袂有任何结果的。一时嘞，我还阁有代志。美惠，我知我也无资格通批评啥物，但是请你来答应我，好好啊珍惜你家己，莫搁甲天作兄做伙，伊根本就配你袂起。天主是倒是样唔好，伊做人善良刁直，做代志认真，处处来替别人设想。伊的优点啥物啥你拢讲袂煞，你凭啥物讲伊的歹话？我毋是咧讲伊的歹话，也毋过伊是一个有家后的人，伊无应该来欺骗你的感情。你敢无感觉你安尼做伤过过分咯？这是我甲伊两个人的代志，无需要你来操心。丽玲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我随便甲美惠啊杀进来啦。你哪好啊？咱若无代志，咱就等咱伊转来就好啊。哎呦，丽玲啊，你有感觉这头又无底看咧？哦，你拢变啊咧？好啊，我是咧变起来啦，是片较早搁较水，也是较歹。水当然嘛是水，当然嘛比以前较水，煞是搁较够分的啦。阿兔啊，无啦，歹势。丽玲啊，你误会我的意思啦。
我是讲吼，你的性地啦，若要依照吼，迄明辉若甲你放婚照的时阵吼，早你就发脾气摔物件呢。哎呦，想袂到今仔日吼，你搁坐一只笑笑，讲要等明辉转来啦。唔免啦，你互我陪婚子就好啊。等下，两杯拢人哦。小姐，多谢。哇，好，敢若闻到这咖啡的香味哦，我都落底挡袂牢咧。我想到你台饭后要爱晒落晒，有够好的啦。要增加哦，要啉这咖啡，就要去买规包泡起来，还无遮香。哇，真正有赞的。阿透啊，无你留落来，到明辉经营事业好无？到经营事业。丽玲啊，你即摆是啥意思？咱婚礼结束了后，我才豆豆讲互你听。你放心啦，我予你的薪水哦，绝对是你较早的10倍以上。啊？10倍？阿透啊，我想要拜托你甲我斗相共一项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讲啊！保佑啊！较紧的啦，车你要开去啊咧？好啦，啊那。我，哎呦，我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？我物件内斗拼倒到就较拼倒到，莫摕遐济。迄件事无像即间遮大间呢，啊你摕遐济去买钱哪会落啦？哎呦，咱毋是讲好好啊？啊，啥物人就袂去伤心者？我都忍袂住，这间厝哦，拖要到20年啊，我无都无去，伊叫我要来讲袂艰苦。好啊，啊你敢莫想遐济啦，啊，上叫我就去欠人遐济钱，啊，即摆工手就要收起来，咱欠人的钱总是爱还人啊。啊，毋过人我听明辉讲，咱的工厂会用阁继续经营落去啊。你莫倒我面头就提起你前司的名啦，哈！伊要想安怎，迄是伊的代志。总是企业是我一手创造起，我甘愿要放互倒，后摆互倒骹上甲我紧紧嘟嘟，讲我装财哦是为了钱咧卖囝的。你妈莫讲甲遐尔啊歹听，其实明辉吼，嘛是一片的好心，伊嘛不忍心讲看你安尼辛辛苦苦建立的工厂，一日啊久就毁掉去啊。无啊，你是讲煞话，哈？你若贪着享受吼，无要对我一时苦安。好啦，你做我大咧，我家一个来走啦。哎，王啊，王啊，你等我啦，王啊，王啊，等我一下啦，王啊。妈，李慧啊，哪会干那你一个人转啊？啊，天助啊咧！有人摕甲天助讲，伫咧沙丁堡有看着阿嫂啦，啊，伊就赶快看卖是毋是真实的啊？唉，阿春啊离开这个厝已经半个外月啊，到即阵啊，连一点仔消息都无。天助啊，你是爱做生意，到暗时都还阁四过去找因母仔囝，若阁继续安尼落去，天怕的身体嘛袂堪住。李慧啊，我看吼，咱还阁是两早搬出去较好啦。下晡哦，阿春啊因老母又阁敲电话来，啊嘛甲足侪歹听的话，你知无？妈，是的啦。我食到遮老啊，红马规句嘛无啥物啦。啊，毋过美慧啊，咱若算讲无搬出去，就算天助啊找着阿春，伊嘛无可能阁搬倒转来。妈，这件代志我嘛考虑过啊，只要大嫂若找倒来哦，咱就随搬出去啦。即马天助为着要找大嫂，拢无心情通做生意，就连伊的生活嘛无人甲照顾。
卡出咱即马就活来做咱走，对伊来讲，毋是伤过残忍啊！一定是天祖转来，我来去开门。阿土啊，美惠，你哪会来遮？这毋是天祖的厝，美惠啊，你也一只？妈，你也一只？哪会拄好呢？阿土啊，啥物时阵到台北？坐来。是明辉叫你来啊？毋是啦，是丽玲叫我来找天祖的啦。丽玲，阿土啊，你已经找到丽玲啊是无？伊即摆是倒位？啊过了有好无？啊伊知影因阿爸过身的代志无？妈，丽玲真好啦。啊，迄明辉啊吼，已经甲所有的代志拢甲丽玲讲啊咧。明辉，明辉甲丽玲斗阵哦。是啊，不过过2礼拜就要结婚啦。我今日是特别吼，甲天祖送喜帖来啊。天祖也无伫啦，啊你免互伊迄条啊，放在桌仔顶就好啊。伊倒来时阵哦，我再甲讲就好啊。阿土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明辉要甲丽玲结婚哦？啊美惠无讲哦，人明辉还佫叫我要做伊的伴出来呢。美惠啊，阿土即摆讲的，敢真实的？明辉要甲丽玲结婚是无？是啊，我迄头有拄着明辉啦，啊伊有甲我讲过，结果我一个无用哦，煞袂记的啊。想袂到哦，我走一撮路吼，甲所有的代志拢办好。啊，才有一张支票吼，是丽玲交代要互你啊，啊你甲收起来。8万，敢真是200万？是啊，丽玲即摆是几啊间大公司的负责人呢。若讲这200万对来讲，迄是小数目。对啦，啊，丽玲吼交代我吼，我若拄着你吼，一定爱甲这200万爱交代互你啊。啊对啦，恁以后吼若有啥物困难哦，用直接找伊，一定会甲恁斗相共的啦。丽玲真是安尼讲？是啊。再讲迄个事业，阿土啊，请你退转去。美惠，时间已经无早，你已经转去啊。美惠啊！丽玲啊，我想是我一个人入去袂使啊。是安怎？我恐惊阮阿爸讲出歹听的话，你会忍受袂了咧。不要紧啦，伊是你的父母，啊，算起来嘛是我的大家大哥，迟早要教死2句啊，嘛是应该的。丽玲啊，你敢真是要搁咧受气阮阿爸？免哪会啦，过2天啊，咱就要结婚啊。明辉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友好恁的父母，互因感觉讲你娶这个某绝对袂有问题。多谢你。阿爸、妈，我找丽玲。爸、妈，阿爸、阿爸、妈妈。明辉，你看。明辉，阿伯陪来是咧讲啥？伊讲伊无想要留到遮，互看笑话。阿伯是让我顾一下，话走就走。你又讲要去倒哦？我随派人去找伊，来接我回来。无可能啦！伊已经甲这间厝的所有权证交互律师啊，叫律师量啥甲处理就对。迄唐兄的欠银行甲因朋友的负债，
李贵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去找律师，替恁解决所有的债务。这间厝是恁爸爸留下财产，我袂甲伊卖掉。咱找着伊两位老大人，咱才恳求伊，请伊甲咱斗阵大，好无？爷爷，多谢你。咱就要结婚啊！你甲我多谢啥物？丽玲啊，我想要请你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一定拢听你的。我想要甲咱的婚期小延一下。你要将婚期延后，是安怎？我的爸母就是因为无同意咱的婚事才来离开的。我想要先去找着因，再慢慢向因解释。你已经甲以前拢无共款啦。我希望会当得到因两个是大人的谅解，甲祝福以后，咱再来结婚。你讲好毋？袂用的，咱要结婚的消息已经发布啊，遐喜帖、相片，还有礼堂，我嘛已经订好啊。遐民意代表，还有商界大头家，嘛答应要来参加咱的婚礼。即马我是天富集团的负责人，这种闹亏代志，我做袂出来。我都无讲咱无要结婚啊！我干那是想讲，甲咱的婚期小延一下，等我去找着我的爸母，再互因来参加咱的婚礼，敢讲安尼袂用的哦？在你的眼内，到底是我的爸母较重要，还是遐大头家较重要？明知这是一